创工地的创业比赛，界定是阮二手大学的精神的指标，将情义相挺为在地文化来进行分的利用。今年二手大学除了阮原来的休闲管理系以外，阮有结合新的啦啦队的队伍，还有我们公宿舍的社员。那在我们的新的教练团队，以及我们结合了学校的支持力量，有来自马来西亚、香港，还有我们大陆对岸的留学生，结合了成立一支今年特别的国际化的队伍。今年我们除了传统的宋江阵以外，我们有震撼人生的古镇，还有善阵，以及啦啦队带来精彩的，大家引目相待。他为什么都没有指我？就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，为爱斗阵，请亲。